創世記第36章，以下是以掃的後代。以掃就是以東。以掃娶了迦南的查某做某，一人是赫人以倫的查某亞大，甲希未人這邊的查某孫亞拿的查某亞何利巴瑪。伊閣娶了以實瑪利的查某尼拜約的小妹巴示抹。亞大予以掃生了以利法，巴示抹生了流尼，亞何利巴瑪生了耶俄斯、亞蘭甲可拉。一人攏是以掃的後生，是佇迦南出世的。以掃娶了伊佇迦南所娶的某，囝兒甲所有的人員、所有的牛、羊甲精生，閣有財產，離開伊的小弟雅各，向別位去住。因為以掃甲雅各兩家的產業甲精生過頭濟，迄個所在無夠伊人住。就安尼，以掃就是以東，搬到了西尼山去住。以掃是西尼山區以東人的祖先，以下是伊的子孫。以掃的某亞大生了以利法，伊的某巴示抹生了流尼。以利法的後生是提曼、阿抹、西波、加但、基拿斯。以利法的細姨亭拿為伊生了亞瑪利。一人攏是以掃的某亞大的子孫。流尼的後生是拿哈、謝拉、沙瑪甲米撒。一人攏是以掃的某巴示抹的子孫。以掃的某亞何利巴瑪是這邊的查某孫亞拿的查某，伊予以掃生了耶俄斯、亞蘭甲可拉。以下是以掃子孫中的族長。以掃的大後生以利法的子孫中有提曼族長、阿抹族長、西波族長、基拿斯族長、可拉族長、加但族長、亞瑪利族長。一人攏是以利法佇以東的後代，就是亞大的子孫。以掃的囝流尼的子孫中有哈拿族長、謝拉族長、沙瑪族長、米撒族長。一人攏是流尼佇以東的後代，也就是以掃的某巴示抹的子孫。以掃的某亞何利巴瑪的子孫中有耶俄斯族長、亞蘭族長甲可拉族長。這個攏是以掃的某亞拿的查某亞何利巴瑪子孫中的族長。這個族長攏是以掃的子孫。以掃又閣名以東。以下是住佇以東境內何利人示尼的後生：羅丹、索巴、這邊、亞拿、地順、以察、地珊。這個示尼後生是以東境內何利人的族長。羅丹的後生是何利甲希曼。羅丹的小妹是亭拿。索巴的後生是亞力文、瑪拿哈、以巴羅、示波甲亞蘭。這邊的後生是埃亞甲亞拿。佇曠野為父親放乳的時陣，發現溫泉，就是亞拿。亞拿的後生是地順，查某名叫做亞何利巴瑪。地順的後生是հիմ但、以示班、厄蘭甲基蘭。以察的後生是伯罕、撒番甲亞干。地珊的後生是烏斯甲亞蘭。以下是何利人的族長：羅丹族長、索巴族長、這邊族長、亞拿族長、地順族長、以察族長、地珊族長。一人是西尼地區何利人逐個種族的族長。以色列也未有君王佇你之前，這個攏是佇以東做王的。比尼的後生比拉佇以東做王，伊的城名叫做亭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謝拉的後生約巴繼續伊做王。約巴死了，提曼人的後山繼續伊做王。後山死了，比達的後生哈達繼續伊做王。哈達捌佇摩阿地拍敗米甸人，伊的城的名叫做阿貝得。哈達死了，嘛是利加人珊拉繼續伊做王。珊拉死了，大河邊的利河伯人
扫罗继续伊做王。扫罗死了，阿吉波的后生巴兰哈南继续伊做王。阿吉波的后生巴力哈南死了，哈达尼继续伊做王。伊的城的名叫做巴乌，伊的某的名叫做比希塔别，是比撒哈的查某孙马德列的查某。这是以扫的族长，按照伊人的种族所住的所在甲名：天拿族长、阿列瓦族长、亚克族长、阿胡利巴马族长、伊拉族长、比嫩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比萨族长、马基迭族长、伊兰族长，这拢是移动人伫所得做产业的地上，按照伊人所住的所在的族长。以扫是移动人的祖师。